你最喜爱的超级食物可能正在危害你的健康。但我说的原来是酪梨，这种口感绵密的水果，如今已风靡全球。现今现代人每年平均摄取大量的这类食物，因为它富含纤维、钾离子、关键维生素以及优质的单元不饱和脂肪。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如果你犯了6个关键错误，这个营养宝库可能会变成健康隐患。这真是极大的讽刺。许多人伸手拿酪梨时，以为自己做出了最棒的健康选择，殊不知却在不知不觉中让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从致命的过敏反应到消化系统不适都有可能发生。社群媒体上的人们对酪梨产生了近乎狂热的迷恋，将它加到所有食物中，却没有考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10多年来，我一直在钻研食品安全和营养科学。酪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即使是最好的食物，如果不当使用也会带来麻烦。今天我们要揭露6个潜在的有害错误，这些都有同行评审的研究支持，可能会严重危害你的健康并破坏你的养生目标。如果你准备好了解如何优化酪梨的惊人功效，同时避免意外后果，请在我们开始前按个赞。在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你目前食用酪梨的习惯。让我们从讨论最常见的第一个酪梨食用错误开始，忽视隐藏毒素的暴露。第一个错误涉及一种大多数人都不熟悉的化合物——白心素 （Parsin） 是一种天然存在的杀真菌毒素，存在于酪梨植株的所有部位。虽然成熟酪梨果肉中的这种毒素含量通常被认为对人类食用是安全的，但这种物质仍引发了关于酪梨安全性的问题。酪梨植株利用白心素这种油溶性物质作为一种天然防御策略，整株植物都含有这种化学物质，其中叶子、树皮、种子和果皮中的含量最高。虽然我们食用的果肉中浓度最低，但它们仍然存在，这就是问题所在。根据毒理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在实验室环境中将酪梨果实萃取物应用于人类白血球时，会破坏其抵押。根据这项研究，该萃取物具有基因毒性，这意味着它可能损害细胞的遗传物质。在你惊慌失措之前，请记住这是一项体外研究 in vitro， 也就是说，它是在培养皿中进行的，而不是在人体内。我们肝脏中复杂的酵素系统有助于代谢像白心素这样的物质。尽管如此，这项研究对长期食用趋势提出了重大疑问。当我们检视白心素如何影响动物时，令人担忧的因素变得更加明显。白心素会导致心率加快、组织损伤、呼吸困难，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鸟类死亡。过度接触会导致哺乳动物，包括山羊和马，发生严重的乳房炎和心脏衰竭。虽然人类通常比动物更具耐受力，但个体之间的敏感度差异很大。肝功能受损的人可能更容易受到影响。绝对不要使用大量的酪梨种子、叶子或树皮。建议采用吃5天停2天的策略，让身体适度休息。如果你习惯每天经常食用酪梨，请注意任何异常症状，特别是皮肤反应、消化变化或疲劳感。第二个错误是热量陷阱，这会导致暴饮暴食和体重增加。第二个错误涉及酪梨最容易被误解的特质之一。酪梨以健康闻名，然而单一颗大颗的酪梨就含有大约320大卡的热量。这种热量密度使得关注健康的人很容易摄取过量。许多人误解了关于酪梨与体重管理研究呈现的复杂全貌。
根据一些研究，适量使用酪梨甚至可能有助于体重管理，而不是导致体重增加。根据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期刊上的一项突破性研究，每天吃一颗酪梨持续6个月的人，其体重保持稳定。但这里的关键词是量。当人们认为因为酪梨很健康，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吃而不必担心任何负面影响时，问题就出现了。根据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健康研究 Adventist Health Study 的数据，食用酪梨的人总体重往往较轻，但这些益处是在他们每天使用少量，大约132克或大约1/4颗中等大小的酪梨时观察到的。热量陷阱在这一点上变得很隐蔽。许多人不是用酪梨来代替其他脂肪，而是将它们添加到热量已经足够的餐点中。半颗酪梨会为你的沙拉增加大约160大卡。如果你在三明治中加入酪梨，将会额外增加160大卡。如果你把它加到果昔中，可能轻易就增加了200到250大卡。在你意识到之前，光是酪梨就让你每天的热量摄取增加了500到600大卡。一份酪梨的热量应控制在80到100大卡之间，大约是50克或1/3颗中等大小的果实。尽管如此，许多人经常一次吃下整颗酪梨，这意味着他们在无意中摄取了过多热量。请密切关注你的摄取量，并将酪梨视为其他脂肪的替代品，而不是额外的添加物。第三个错误是交叉反应危机，通常被称为乳胶水果症候群 （Latex Fruit）。第三个错误涉及一种隐藏的关联，可能导致数百万不知道自己有风险的人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酪梨是乳胶水果症候群最常见的罪魁祸首之一，这是一种有据可查的医学病症，即对乳胶过敏的患者也会对特定食物产生过敏反应。这种交叉反应具有耐人寻味且令人担忧的科学基础。根据研究，在对天然橡胶乳胶过敏的人群中，有30%到50%的人也对某些植物性食物，特别是新鲜水果过度敏感。这种关联的原因是免疫系统将乳胶和某些食物中结构相似的蛋白质视为同样的威胁。酪梨中存在的具有类橡胶蛋白结构与 Haven-like domain 的第一类几丁质酶 Class E chitinases 会与天然橡胶乳胶中的常见过敏原橡胶蛋白 Haven 发生交叉反应。酪梨还含有类似马铃薯块茎蛋白 Patatin 的蛋白质，其结构与乳胶过敏原相似。乳胶过敏者的免疫系统会识别出酪梨中这些相同的蛋白质结构，并引发同样的过敏反应。这特别危险，因为许多人在必须因医疗程序佩戴乳胶手套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对乳胶过敏，或者他们可能因工作接触而对乳胶产生了敏感性。那些经常接触乳胶的人，如餐饮服务人员、清洁人员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更容易受到影响。症状差异很大，从轻微的口腔过敏症状到可能致命的过敏性休克 （anaphylaxis） 都有可能。常见的早期迹象包括局部皮肤反应、嘴唇、舌头或喉咙肿胀，以及吃完酪梨后腔和喉咙发痒或刺痛。更严重的反应如全身性前麻疹、呼吸困难、心跳过快、头晕、肠胃问题，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发展成需要立即紧急医疗救助的过敏性休克。根据研究，酪梨是乳胶交叉
反应风险最高的食物之一。研究显示，在乳胶过敏患者的食物特异性抗体检测中，酪梨占阳性结果的53%。接下来是第4个错误：污染和储存灾难。第4个错误看似微不足道，但它引起的失源性感染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多。由于生长环境、处理程序以及大多数人烹饪和储存的方式，酪梨构成了特殊的食品安全问题。酪梨的污染早在进入你的厨房之前就开始了。细菌感染可以在种植酪梨的温暖潮湿地区滋生。沙门氏菌 Salmonella、大肠杆菌 A、口里和其他危险细菌在酪梨粗糙多孔的表皮上有许多藏身之处。还有单核细胞增生里斯特菌 Listeria monocytogenes。在切开过程中，酪梨表面的细菌可能会扩散到可食用的果肉中。根据食品安全研究人员一项特别令人担忧的研究，当你切酪梨时，你的刀子会将细菌从受污染的果皮转移到你即将食用的果肉上。这意味着即使你选择不吃皮，你仍可能接触到有害的微生物。一旦酪梨被切开，细菌增殖的问题就变得很严重。由于其营养丰富的成分和温暖潮湿的环境，切开的酪梨果肉是细菌迅速繁殖的理想场所。食品安全专家指出，危险温度带介于华氏40到140度之间，约摄氏4到60度。留在这个范围内的切开酪梨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加危险。在常温下，有害细菌每20分钟就能增加1倍。许多人将切开的酪梨长时间放在室温下，无意中为食物中毒创造了理想环境。变质的酪梨不一定看起来、闻起来或尝起来特别糟糕，因为它们绵密的质地和温和的味道可能会掩盖细菌污染的迹象。储存酪梨时必须立即遵循食品安全程序。成熟完整为切开的酪梨可以保存在室温下，之后它们可以在冰箱中保存5到7天。然而，酪梨切开后必须在2到3天内食用完毕，并应立即放入密封容器中冷藏。切开的酪梨绝对不应在室温下放置超过1小时。在切开之前，即使你不吃皮，也要用流动的冷水清洗整颗酪梨至少30秒。第5个错误关于药物交互作用和健康问题。第5个错误是酪梨和药物可能会产生致命的交互作用。然而，大多数医师从未与患者讨论这些风险。酪梨中发现的多种生物活性物质有可能深刻改变药物与你身体的相互作用。最重要的交互作用发生在像达比加群、达比嘎坦和利伐沙班 （Rivaroxaban） 这类较新的抗凝血剂，以及像华法林 （Warfarin），有时称为唑马丁可麦丁这类血液稀释剂之间。酪梨含有适量的维生素 K， 这对血液凝固至关重要。血液稀释剂的有效性取决于患者摄取稳定的维生素 K。突然增加或减少酪梨的摄取量可能会破坏这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产生严重后果。血液稀释药物的作用原理是干扰肝脏中依赖维生素 K 的凝血因子。你的医生会根据你通常从食物中摄取多少维生素 K 来仔细调整这些药物的剂量。如果你开始每天吃酪梨，额外的维生素 K 可能会抵消药物的效果，导致致命的血栓。
另一方面，如果你经常吃酪梨，然后突然停止，你的血液可能会变得过度稀释，从而增加出血风险。血液稀释剂并不是唯一的心血管药物交互作用。酪梨的钾含量极高，每杯含有超过975毫克，是香蕉的2倍多。对于服用 ACE 抑制剂血管张力素受体阻断剂 RBO 或保钾利尿剂来治疗高血压或心脏疾病的人来说，使用大量酪梨可能会导致高钾血症 Hyperkalemia， 这是一种血液钾浓度过高的严重病症，具有无力、心律不整，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心脏骤停都可能是高钾血症的症状。糖尿病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则增加了另一层复杂性。高纤维含量可能会减缓口服糖尿病药物的吸收，从而降低其效率。酪梨的单元不饱和脂肪还可以提高胰岛素敏感性，这看似有利，但对于使用黄烯尿素类药物束缚胰岛素的人来说，实际上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血糖不稳定的下降。如果你正在服用任何药物，在将酪梨纳入你的日常饮食之前，请咨询你的开处方医师。第6个错误是忽视个人的敏感度和耐受性。最后一个错误，这虽然可能是最常见的，但也可能是有害的，那就是不承认并尊重你独特的酪梨敏感度和耐受性。根据遗传、健康和其他变数，每个人对酪梨的反应可能会有很大差异。鲜为人知的是，酪梨可能会引起消化不适。胃不敏感的人或者不习惯吃高纤维食物的人，可能会因为酪梨的高纤维含量，整颗酪梨约含13.5克纤维，而遭受严重的消化困扰。症状包括胀气、排气、腹部绞痛以及排便变化，从便秘到腹泻不等。酪梨的另一个敏感性问题是其 FODMAP含量。山梨糖醇 Sorbitol 是酪梨中发现的一种糖醇，可能会让患有小肠细菌过度增生、SIBO 或大肠急躁症 （EPS） 的人为不适。敏感的人即使摄取少量，也可能出现严重的腹部不适、过度胀气和持续数天的消化困扰。对于某些患有组织胺不耐症 （histamine intolerance） 的人来说，酪梨可能是有害的。这种症状正逐渐被广泛认识。随着酪梨成熟，组织胺含量会升高。过熟的酪梨可能会导致对组织胺敏感的人出现头痛、皮疹、鼻塞和胃部问题。另一个个人敏感性的例子是口腔过敏综合症 （Oral Allergy Syndrome）。对特定花粉，特别是桦树花粉过敏的人，在吃酪梨时可能会出现交叉反应症状。通常这表现为口腔和喉咙肿胀、刺痛或发痒。此外，虽然通常是温和的，但它也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反应。基因差异对酵素生成的影响也会极大地影响人们消化酪梨中物质的方式。有些人具有影响其消化植物成分，如柏辛素能力的基因变异，而另一些人则有影响其代谢特定脂质能力的变异。由于这些基因变异，有些人在摄取对其他人完全安全的量时，可能会因酪梨产生副作用。随着年龄增长带来的消化变化，也可能影响对酪梨的耐受性。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自然产生的消化酵素会减少，像酪梨这样的高脂肪食物可能更难消化。要确定你的个人耐受性，需要仔细的观察和记录。在你的饮食日记中记录你吃了什么、吃了多少、什么时候吃的，以及接下来24到48小时内出现的任何症状。接下来是正确执行后带来的惊人好处。读完所有这些潜在危害后，你可能会想知道吃酪梨是否值得冒这些风险。
如果正确使用，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当且适量食用时，酪梨仍然是营养密度最高的食物之一，具有一系列显著的健康益处。吃酪梨最强有力的理由之一是其心血管益处，这已经被广泛研究。许多研究表明，定期食用酪梨可以显著改善心脏健康指标。酪梨的单元不饱和脂肪，特别是油酸，可以提高或维持高密度脂蛋白这一类胆固醇水平，同时降低密度脂蛋白类胆固醇。食用酪梨与冠状动脉心脏并核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16%至22%有关。根据一项全面的评估，酪梨的高钾含量在控制血压方面提供了显著的帮助。酪梨提供的钾比香蕉多，每杯约含1毫克，有助于抵消饮食中钠的影响。由于富含钾，酪梨对有高血压风险的人特别有益。尽管如前所述，服用某些药物的人需要医疗监测。酪梨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抗氧化成分，含有其他食物中罕见的物质。酪梨中包含的2种类胡萝卜素、叶黄素 lutein 和玉米黄素肌散坦为眼睛健康提供特殊保护，可能有助于预防老年性黄斑部病变。酪梨最容易被忽视的优点之一是它能够改善营养吸收。同一餐食用的其他食物中的脂溶性维生素，其吸收率会因优质脂肪而大大提高。研究显示，与不含酪梨的沙拉相比，在沙拉中加入酪梨可以将类胡萝卜素的吸收率提高3到5倍。根据研究，每周吃3到4次，每次大约1/3到1/2颗中等大小的酪梨，可以获得最大的好处，并将风险降至最低。接下来是实际执行指南。在回顾了优缺点之后，让我们谈谈安全的酪梨摄取方法。秘诀是制定一个有条理的策略，根据你的独特情况，在将风险降至最低的同时优化效益。首先确定你现有的风险因素和健康状况。如果你有已知的过敏、消化敏感性或正在服药，在将酪梨纳入常规饮食之前，请咨询你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在开始每天吃酪梨的前几周，要循序渐进并密切注意你的反应。每隔1天吃一次，从几片开始，大约1/4颗中等大小的酪梨。保持详细的饮食和症状日记，不仅记录你吃了什么，还要记录食用后24到48小时内的身体症状。从一开始就建立适当的食品安全程序，始终使用前进的砧板和器具。切开前彻底清洗酪梨，并立即将切好的酪梨放入冰箱。切开的酪梨在室温下放置，不应超过1小时。制定长期的分量控制计划。首先使用测量工具来确定适当的分量。50克或1/3颗中等大小的酪梨大约含有80到100大卡的热量。与其每天吃酪梨，不如建立一个轮替的时间表，这降低了逐渐产生敏感性的机会，并使你的身体能够处理任何累积的化学物质。我们已经讨论了6个关键错误，这些错误会将酪梨从超级食物变成健康风险。第一，忽视白心素，一种存在于酪梨植诸个部位的天然毒素的潜在后果。第二，摄取过多这种高热量水果，从而陷入热量陷阱。第三，未能考虑到危险的乳胶水果症候群，这可能导致严重的过敏反应。第四，犯下可能导致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制备和储存错误。第五，忽视可能致命的药物交互作用。第六是不承认并尊重你个人的耐受性和敏感度水平。但请记住，
如果正确食用，酪梨仍然是大自然中营养最丰富的食物之一。明智的饮食、合理的分量、仔细的准备，以及考虑食物和你身体的独特反应至关重要。请在下方的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你是否在不知不觉中犯了这些错误？你是否曾经因为吃酪梨而出现任何以前无法解释的奇怪症状？如果这份详尽的指南教会了你如何安全地食用酪梨，并优化其健康益处，请按赞并订阅以获取更多基于实证的营养内容。任何你认识的喜欢酪梨的人都应该观看这段影片，因为这可能会让他们免于犯下潜在的有害错误。感谢你的观看，希望在下一支影片中见到你。届时我们将探讨另一种著名的超级食物，如果正确摄取，它也能带来惊人的健康益处。如果正确摄取